对，我觉得就是从大上海城。对，从那边往这边走啊。那边还有更大的塔。哇塞，这谁提的？郭沫若。发现我们家的冰箱里面多了一只小鸡，就多了一只鸡，就是拔过毛的那种鸡。啊，这。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家以前还养那种熊猫兔，养了2只，就养到这么大那种熊猫兔。嗯。然后我回去也是，我爸妈说那个我们家楼上那个还是说前后的那种，就是一个长溜的那种，我觉得那种好酷哦。以前还有，这2年没有见到。哎，这个不错，流速很快。是的。所以那当时炸缺口到底是具体在哪个位置？我也，反正它应该竖个杯才对。有一把它就这样鱼嘴的设计那个。哦。好远。说明这个水流其实还行啊，不是？对啊。这个应该是天然河道吧？它可能是那个，就刚那个挖土机就闸哦，有可能。它过来了，它那个挖过的痕迹。你要往上走吗？我觉得往上走不下。往上走就可以往那边去了。
这个是公共的通道吗？还是星巴克里面？啊，好像是公共的通道。咦，我天！我去，我太远过。让别人没有坐，可当然是可以了。你要坐吗？这边经常有那种老年片段在这里活动。就从我家的那个桥，你坐吧。它好像有点危险的，我觉得。不会危险的，是吧？哎，完了！它这个好明。不是，它这个就只有30几度，好像。就跟汽车方向的好像不一样，它那个就是，它连一圈都转不到这个。没事，那我们也看它吧。给我们撞一下桥墩试试。等会沉默了，对，不是。不至于这个速度这么慢。等会它油漆擦破了，人家叫你赔嘞。他看不出来的。看得出来，这个明显油漆它，然后不是它不一定会沉没，但是它的铁皮有点凹进去了，说不定。没关系啊。属于非正常行为，这种刻意的蓄意破坏，然后把监控调出来。这里不会有监控啊，河上怎么会有监控啊？为什么？还有点趣的，我想跳下去，有跳下去的冲动，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这转个弯试试，考验一下你的那个驾驶水平。那肯定是不行的。那掉头。啊，好冷啊，有点消失了，拍不太出来。你跟着他。摊大饼。那种摊煎饼果子的感觉。就是那个辽宁线吧。不会吧？我就在河中央摊大，这大饼。能摊出半块啊，还可以啊，但它没有那种白色的浪，它就只有一个波浪。就是我们冲击力不大，所以没有白色的花，在表演一样。有可能。大道帝国主义家的尾巴打爆了，全国人民大团结。建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生意外。 Dear passengers, the next station is Nanyang Railway Station. Please take your belongings and wait at the gate. 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door and the platform when getting off. Take good care of the elderly and children to avoid accidents. 没有看到过。小的时候好像见过这种人，然后后来他就成了这个设计。就单词里可能比较少见，但是应该是有这种的。 相当于故宫的地位，那真的呀，那就是全国的首都。虽然这个屋顶，好帅啊！这个会喷水的乌龟，会喷水的吗？它是漏水的吗？还是说，哦，关键是当时挖出那些甲骨文的那个枯井，应该是没有水的吧？应该没有水。 它都已经枯掉了。他说啥呀？我原来有个很好听的，很好听的名儿什么什么。无关端子。为了乐透宽健、妩媚生命，免欠不说，必穿凹漆，为了追求保养。 这样是当时罗时代男子的这个样标准的形象，当时男子的标准的面相。2003年，我第一次来到你们罗市，你们从我回家，我第一次来到。我第一次来到你们这是什么？这这个是很典型的河南话。鱼儿已经存写3000多年，存写了3000多年。 蹭死3000多年。浩劫朋友，浩劫朋友。不知道他们现在上哪儿？上哪儿啊？我还恍恍惚惚记得他们的模样。恍恍惚惚记得他们的模样。在我们那个年代，安阳是一座繁华的都邑。繁华的都邑。有很多朋友从四面八方来这发展。他怎么出现像四川话那口音？ 四面八方我不知道，可安阳跟郑州口音可能不一定一样。不太一样，安阳更靠近山西那种，有点山西的口音，但是有点四川话。对啊，非常酷。居然没有分。真的好那个轻。它直升飞机比较小。 飞得好快啊！它应该都是有字的吧？有的是没字，你看刚那个博物馆里面就是有的都是没字。没字可能就不会扔进来，说不定就刻坏的。有，这嘛就是没有价。饭店我也不是坑人的。这个吃商朝的美食，用青铜器煮出来的饭菜，还有这种，哎，其实我们可以坐那种3轮车，就这种类似车，但这估计它是私人的。不会的，不会的吧？不是，它营运的估计上面会有广告，它这只是挡风用的估计。就刚才等红绿灯的那个地方，有好多我看估计是拉客的。
我好喜欢坐那种蹦蹦车。哎，但这里没有就是人力三轮车啊，就我们那边会有啊。有，我们那边乡下其实有人力三轮车。对，那可能南方会有的，北方就没有，这边没有见过人力。是，他可能觉得当地小吃，可能这里。可能他会觉得推荐我们来这种，对，就是比较。他们一看就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是4点多吃饭，其实对他来说是太早了，可能。那我们现在又怎么去哪里？或者我们就先辗转到其他地方去。可以。在这里都关门了。我直接一路走到刚才那个商场地方。好像那种老式的那种房子还吊在这里。当心车！没见过拖拉机的人。我觉得拖拉机就是根据我的印象，觉得拖拉机里面卖的东西一般都很好吃。为什么？猫大侠，它有点危，它应该没事，猫有9条命。它能跳过去吗？我还以为要纵身一跃了，看来它要这样过。就我三舅家那个狗，它就能这样从这样跳过去，就这样就楼顶就从一个楼顶跳另一个楼顶。它可能下不来了。它应该没事，我觉得我觉得它是可以的，相信它可以的。可能要看技术。河南之前不是那个叫归德吗？那个商丘以前叫归德。不容易的意思，车本了，和咱们店的朋友都叫退跑了，又到退跑了。好了，现在我们3点80了，现在看在哪里堵，无论你现在名字。什么？要干嘛？我很奇怪他的目的。这怎么感觉灯都是？它绿色的灯就打开，有一种雾气的感觉。因为霾。它是会产生火星的。这个喇叭好像是也不排除是轨道年久失修发出的声音。就是我感觉郑州地铁其实没什么声音，很多城市地铁就声音很重。就其实它就轨道磨损，它在安全的范围之内，但是会有这种声音。速度不够快啊，不然就会看到火花。或者它有些时候可能会把那个电网的那个东西放下来，然后它重新再接上的时候也会产生火花。有时候。是呀，525。好长啊！啊，不对，我是看错了，我刚10看成1了。我以为怎么一车厢在这么中间。晚上坐这个车人比较少。我好像300出头是最高的吧？好像有的跑320了，那很少见。上车没有南极购买车票旅客，请及时收。我们口袋提供手铐。上车没有来得及买车票。开车后，车内将进行实名制车票查验工作，请刚上车的旅客提前准备好。我爸好像说是，对，就好像他就是每一个时间点他都有表演。让我看一下这个时间表。这老城区跟安阳不太一样，就很不一样，就感觉就很规矩，然后就很有文化那种。我就是哎呀，光线不好，有点逆光一样。你看反射像。
他们怎么都讲确实是事实资料，但外面对郊区这个开口处就是虹桥，这儿一走这个桥门就是上山。宋朝开始，就是北方气候开始变冷。难道宋朝人排出的二氧化碳比较多？关一下。他们一般不太会告诉这个人，你这个水压就是一般人那个开瓶店的位置。哦，这里可以做出光化门。首尔。韩国的文化真的就跟这个不一定拔得出来。怎么很痛吗？我想那种捶得很响呀。哇，有点疼，这次再来一下，超重。哇，好想这声。店开通2001年9月7日。哦，就是。这什么左厅吗？那边是不是右厅？哎，好像是左为上，右为就是右厅一般都是。左派在左厅，右派在右厅。好的，没毛病，确实是这样。还，哎，他就是他要复古者，复得更古。我就感觉右边的字体我还觉得。对啊。好有趣。哦，这个光也很奇怪的写的火一个儿。哇。火儿。哇，好喜欢他这个意思，分开这样写，黄色的。确实挺，而且又瘪。我感觉很难受。脖子好长啊！背架。那也没关系。反正他出不来，被关在里面了。太可怕了！如果动了，那一定是工作人员办的。明镜湖。这个叫乾隆宫。就这个样子，就感觉这种隔这种树看就不太像。不要。哇，这个，天哪！是吧？行架。哦啊，行，这样的囚车哎，好可怕！这十字架不够高啊。他犯人难道是跪着的吗？有可能。他应该把犯人挂到上面，这样犯就这个脖子是那样捆到那里的，然后就这样子跪着，这样子，应该把犯人挂在上面，犯人才会更痛苦吧？那我感觉就是这样。脖子在这里就直接吊死，那下面一根杆子没有任何意义，直接是这个。这可能这种杆是可以移动，挂式绞刑，哎，有可能。对，你看它这个其实不是固定的，它是拿绳的。哇！它上有3个动作，哦，不是，两只手一个头，就脖子。对，就站起来示众。哇！天哪！
然后就让人家给人，就是让人家就朝你扔鸡蛋、扔烂菜叶。嗯，鲜花。鲜花。典狱房，好小呀，那跟狗动物一样。哇，好可怕！会关上吗？可以进去吗？可以，刚刚看有人出来。啊，那就进去吧。哇，好可怕呀！不会突然关上了。然后把我们，然后明天就把我们推到那个炸锅台那里。哇，是这样。好。天哪！只是怕上面人跳楼。有可能。开玩笑。掉下来吧。或者以前就真的。这死牢房还有这个放风的地方。哪有放风的？就是这边啊。而且我看这房间的面积也不小啊。那可能应该都差不多，只是中间有个院子。难道有这个吗？是干嘛用的？防止犯人越狱啊。我猜啊。哇，你要进来看一下。嗯。我进来里面有东西。这以前真的是这样的吗？这么可怕？我这环境，这环境真的是这么的？不会吧？它不对呀。啊？这什么谢雕图啊？解雕图，这什么字啊？豹宝，我怀疑。哈。什么豹图啊？某标。猎豹图。第二个难道不是？哦，第二个字是治吧？应该。重置的治。对吧？可是那顶上画的明明是一个类似于豹子一样的。哎，那边是什么？那有个类似电视塔一样的。应该就是电视塔。柏林塔。多伦多塔。东京铁塔。但东京塔不太像。似乎有点像柏林塔感觉，西雅图那个塔也有点像。千秋万代。风调雨顺。不是千秋万代。万岁！什么众臣皇帝万岁！万岁！要千秋万代，皇帝什么什么？是皇帝万岁！国泰民安。皇帝万岁！要他千秋万代。众臣千秋。哎呀，居然没有千秋万代。不要把它打破了。这样很重的，轻一点。很响的这个，人家还以为要下班了呢，下班人家都回家敲着钟。小葵花会把你猜想。有那种一个日晷，我还真的那种日晷。那是真的日晷，然后是假的吗？为什么？它会动吗？只要人工的给它浇水就可以。没有人在那里走了，它是不是已经关掉了？你们从那边看。可以吧？这是什么景点？不，我说这一块就刚才那个里面进了。对，这就是京城。我们现在已经进京城了。还有 PPT。我在想法语该怎么说啊？它是那个 E 有个上标，然后。还有 PPT 啊。我不太确定是有标准。
且要从这里开始。这就是瓷器吧？应该可能吧。赶脚，大宋戏楼，四季战场。不是这不吃鸡吗？对啊，可可都可。那人家还看我们呢。叫什么来着？一个什么 Intercity bus 吧，好像是。这个有种异域的风情，但是竞争口指的是往前走啊。啊？哦，对，这很有误导性，你知道吗？这里会进去。售票处要不要去取个票？没事，可以去郑州取，可以去郑州。在那边取票吧，应该。你要往前走吗？就描述啊。经常就能跟出租车司机聊一路聊特别开心。啊。它说明真的是有轨电车，有轨电车来了，有轨电车。我们是要坐那个？对，上，非常宏大的景点。可能进去吧。你要合影吗？是吗？这个店呢，它是渐渐最晚的。很多竹子啊，泰国竹子更多。但是羽绒服就暴露了我们不在泰国，遭遇极端冷气流。什么西伯利亚寒潮袭击泰国？妙怨中国都是你们中国吹过来的。比较好看。有老房子了，对，还有最老的房子。哇，配这个车子更加棒，就很复古的那种。这样的是吗？哦，好吧，一样热闹，我就放心了。但没有那个时候那么热。它里面不是步行街吗？是步行街啊，但是真的东西很多。那怎么电瓶车都可以进来？哇，现在吓我一跳。还好多学生骑自行车。那个时候的，现在这个岁数小孩又开始讨厌了，没事，吃点甜品就会冷下来。不会，感觉吃点甜品。能量消耗。他现在还是狮子，我就不是很理解的，为什么要这样子搞？这可能是模仿巴黎吧。我就感觉有点就很像巴黎埃菲尔铁塔上下那个公园，好像全是狮子。对，就是感觉很像那样子，但是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很难走。这样我觉得，如果有人一看的话，可能就知道我坐在地上拍的。关键是在于假装你们搬了个小板凳。择天门吗？对啊。应天门。
要告诉那些没什么，好神奇啊！这个，说不定他们配套设施里面可能就是根本就没有停公交车站，停公交车就是就公交车正常状态应该都在路上跑，就像家电就是没有昼没有夜没有日。不会刮蹭，就是万一有人，对，不会刮蹭肯定是因为有人酒驾。我也正想说，有人酒驾。说的就是我们。我们哪里驾车？没有驾。比如说，万一我一时兴起拿着啤酒上公交车去喝，哪里？然后明天第二天早上就开到龙门石窟那边去。我们其实快到了。会不会有好事者一天晚上过来把所有的轮胎都给扎爆？可能会。那好像是以前经常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这很扯。就是我们家小区就是这个根除这个多年造假的这个恶劣行径商家，懒得管这种东西。那以后就永远只能造假下去。人掉下去的概率就比较小，除非有人爬进去。狗会掉。他是从这里钻过去。啊，就是我们那个东区没有电线杆的。郑州吗？没有哦，你可能没去过。哎呀，我没有带你去那儿，太可惜了。郑州我不是那个黄河南路周围也是看过晚上。你有没有发现它没有？就我感觉得注意一下安全吧，去那里。没事，城里还好。啊，是的。纳什维尔不过是偶尔发生爆炸案而已。因为有的地方确实有点冲，他们晚上都没出摊呢。好问题。是没到时间呢。有可能。但是这都已经这个时候了，为什么呢？是平时都不出摊？不对，太可能今天太冷了。小火车。没有人吗？是不是没有人？不知道。哎，它这个标志不是中国铁路标志吗？好像是的。对，没有人。小猪佩奇。我就感觉小猪佩奇也很诡异，就是我欣赏不了这种可爱。小猪佩奇不是说有4只眼睛吗？对呀，我就感觉就很诡异呀。左边2只，右边2只。生物学来讲，它一定有4只眼睛吧？太可怕了。这好了，你在看什么？你射吧。哇！哎呀！哇塞，可以，现在找着感觉了。嗯。哎呀，怎么回事啊？我还想再，你还想不想？可以。咱们去那吧，那玩意儿没说。没有以很好形式呈现出来。对，第一就肯定是他没有什么资源和条件。啊。哎，为什么卡住了？不是往外拔一点啊？拔得出来吗？民主街。哎，我们都已经走到这儿了。不然呢？整个民主街就感觉很棒。我的手都已经僵掉了。我也僵了。
黄金湾病毒口罩，洛阳道，圣都。说明他真的会排这么长，就像我们之前的一线客栈门口那一站，不是排非常长吗？对，我感觉不够长。小心手机不要摔下去了。啊。沥青会越摊越宽吗？会被压到旁边去，然后就搞出来了。我们要走吗？好吧。没了。哇，好短这次。在很繁华的地方才会吃。哦。对，就像郑州的，就只有东区才有王府井一样。哇！你把口罩戴头上干什么？头盔啊！万一我空降什么玩意掉到我的。哎，但是他居然没有拦住，就很生气。他可能正在干活吧。哎，他可能这是便民服，就是下面造好了，但地铁还没开通，但给你过马路。地下通道。对，说不定。世界那个路马流水，路人在起来，不用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正岁后着斗着，看起来到明天。就一定要实现。哦，你弄啥？你给我发过来，发微信，发到他们群里。好。喜欢那个花花的衣服。我现在就还不错。好像这种酒店可以，有些酒店它就枕头会配比较多一点。对。是不是不用再刷码？其实出来感觉就还好，就没有特别的。啊，感觉火车站特别阴森。它可能就是两面通风。它可能有个庭院，高级。这个新华社屏幕是干什么的？我很好奇。新华联播网。在哪里？你在说？这个。没有看到。这个。
前没有这么宽的那个。哎，我感觉它这树种的就完全就不觉得它很高。觉得就是它周围应该都是平地才对，就至少它。天手哥有点像，但是哎，确实有点像。但它好像就再矮一点点就更像。就让它顺时针转一圈吧。人行道了。这就很欧洲，知道吗？那车要爆炸了！哪辆车？为什么？广告词叫常来常熟。是吧？问题来了，渤海银行是山东的一个。啊，这。渤海不是。它可是赞助吧？可能是西安分行赞助的吧？这一任的相关负责人可能，搞的一切都是马尾。确实啊，那边闹龙好像有印象。布局质量没有变，但是具体东西我就不记得了。就明星西安城特别小。感觉远处到处那研究一下吧，真的感觉好好奇。他连着马路上都要考古，太神奇了。难道真的是最近才发现的？有可能吧。也许只突然想起来自己有的作业忘记交了。啊？对，玩没事，第二次也没事。为什么？因为我今天摔了2次啊！我以前从来不摔的。好问题，可能被我传染了。啊，这。对，我就拿手机拿的超级不稳。我们能去呢，我们能过去呢。哎，我在想，我之前是不是在这里上来的？好，我们绕了一圈。不是，我说是我上一次来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是从这里来的？有这种可能，这样还可以停车。这个好像就看到那种，我爸还是很喜欢这种羊肉泡馍，馋蘸它。好，来，咱们一起吃。我们找一些猎奇的口味。是的，我看，我们先就等一下，先买那个什么，先结账再选。开斋鸡可爱。哎，我的手机怎么进水那种有风景的地方拍？很有风景，你看。这里就是建筑的地方，我就不太拍了。联谊终南山泉提醒您，开往保税区方向。为何看到呢？请从列车运行方向的右侧车门下车。